我甚至認為，即係呢一樣嘢點解搞呢個人民台或者 MyRadio 就係多元社會係社會進步之基石。多元社會就係要人嗰啲人亂得啲嘢，啲人亂得啲嘢有幾個可能性。佢講100樣嘢，可能有1樣嘢係啱嘅，咁嗰樣嘢好緊要嘅喎，啱唔啱啊？嗰樣嘢一樣嘢值好多錢嘅喎，全世界都以為都啱嘅時候，1萬個廢話入邊有1個可能有意義。好啦，1個有意義嘅都冇啊！我問你呢1萬句廢話入邊，有冇嘢能夠觸發你諗起一啲有意義嘅嘢咧？佢唔需要啱嘅喎，佢可以開啟咗你諗嘢嘅途徑喎。呢一個係唔準人講嘢，即係咁樣。喂，呢個世界呢啲叫萬馬齊喑，即係咁樣。結果即係我哋中國文化落後嘅真正原因係呢樣咁嘅嘢，即係全世界呢個根據即係湯因比嘅知識研究係咪咁講？嗰個文化嘅進步就係在 diversity， 生物基因嘅進步亦都係在 diversity， 係多元性。如果你一取消咗個多元性，但係多元性咧就互相點地方多元性呢？到希臘或者中國戰國時期嘅多元性咯。因為本唔挑到噶嘛，同全世界分裂咁多國家，呢、個皇帝唔俾人講，即係第二個準啊嘛，佢講隔離嗰度講，你知唔知啊？大家唔需要競爭噶嘛，一定係戰國時期先會保持到多元性，因為嗰人係本挑唔到人嘅。好啦，咁於是咧，但係落啲結果分裂嘅結果就係血流成河，血流成河之後咧，嗰啲人咧就會覺得呢、個我講緊湯因比嘅同學啦，就講緊呢一個建立 universal church 同 universal empire， 我哋建立一個大一統嘅政府，有一個大一統嘅教會，呢個大一統嘅政府就唔會戰爭，有一個大一統嘅教會，大家嘅思想就唔會分歧。中國就係咁樣，喺秦朝以後就建立咗一個大一統嘅政府，然後咧到漢武帝就建立咗大一統嘅教會，就係儒教。如果你去中國旅行，你會見到其實除咗西藏啊嗰啲咁嘅地方之外咧，你會驚奇中國嘅一元性。中國咁大地方嗰種 homogeneous 法係令你驚訝。你無論去到邊度，舊啲嘅建築物，你都係見到乜嘢？見到啲祠堂啊，係嘛？嗰啲碑啊，冚唪唥係呢一套嘢，即係冚唪唥完全係喺個片入邊可以冇以前啲可以冇功勞啊，但係一定有貞節牌坊，一定有祠堂，呢一套就係呢一套咁樣嘅，用意識形態、用道德嘅管理方法，就管理咗中國2000年啦。呢、個如果要講呢一套咧，我覺得係天才制度嚟嘅，呢、個根本係一個天才制度。全世界係用儒家思想，嗰啲人問我：喂，點解我主張呢個普選民主啊？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用翻有高度文明到現在嚟講，大概7000年歷史，其實農業發達咗之後，我哋先有高度文明。以前嗰啲咧，只係呢個漁獵文明，即係咁樣，唔會有文字啊嗰啲嘢。最穩定嘅統治係乜嘢咧？最穩定嘅統治就係帝制，而係有儒家思想嘅帝制，或者有天主教保護嘅帝制。呢、一個日本世界歷史上5大世家其中一個，就號稱就係呢個日本天皇世家，呢、個菊花王朝。菊花王朝實際可考係由呢一個漢朝微卑夫嗰個女王到現在大約係2000年冇中斷，基本上呢、個菊花王朝。韓國李氏王朝係500幾年，然後就到英國金花爵王朝，由 William the Conqueror 到而家，其實有唐之入繼，但基本上就係金花王朝、金花爵王朝。但係呢啲咁嘅王朝係最穩定嘅，佢有一個固定嘅繼承系統，要有一個宗教為佢護航，你知唔知啊？其他第二穩定嘅乜嘢咧？第二穩定嘅咧就係個 regime 冇改到咧，就係民主政制。
到現在嘅歷史咧，就係由美國大革命到而家，1776年到而家冇中斷過嘅，係232年個政權係冇俾人推翻過。好啦，除咗呢兩種之外咧，嗰啲人話主張話而家即係北京咁制度咁係幾好喎，但係你唔明白呢種制度咧，呢種制度喺動物嚟講咧係非常好嘅。通常呢一個狼群同埋黑猩猩都係用呢種方法嚟到決定個決定嘅。佢係用政治鬥爭嚟到決定邊一個統治嘅，知唔知啊？黑猩猩係唔似，狼群亦都係唔似。但係而家人嚟講咧，最成功嘅統治咧就係呢一個10月革命建立蘇聯開始，係1917年直至到1991年倒台。74年係最長嘅紀錄，其他嘅用政治鬥爭去決定個繼承權嘅話嘅政權，通常都唔能夠維持得多過20-30年。而家北京政權向緊呢個紀錄邁進緊，係59年啦，就係60年啦，即係過到70幾年呢一個即係終極命運咧，即係咁樣，係因為其實。如果你用權力鬥爭嚟到決定邊個掌權，係一個高度不穩定、係高度危險，同埋交易成本咧係非常大嘅，係比民主政體交易成本係更加大嘅。其實，咁我哋一睇歷史咧，即係呢啲咧就無可辯駁啦。所以佢如果話呢一個Winston Churchill 講咗句名言啊，個民主政府係佢所認識嘅最壞嘅政府。除咗已經其他所有啲實行同埋證明失敗嗰啲政制之外，民主政制係一個好壞嘅政制，但係其他政制係更加壞，即係證明失敗。咁咩嚟？呢啲係題外話啦。咁我哋就話我哋而家嗰套香港嗰套道德標準咧係好笑嘅，而係咧係俾人哋挾持咗嘅。嗰種挾持咗嘅理由咧，就因為咧，邊個去到人審處嗰度去審理嗰樣嘢係咪淫褻咧？係 volunteer 嘅，即係話咧嗰個人願意去做呢啲嘢，佢先會成為人審處嘅審裁員。咁邊啲人會去做呢啲嘢咧？你覺得就係好想管人哋嗰啲道德嘅人，呢啲人。梗係覺得呢個社會道德敗壞嗰啲人咧，先會走去做呢啲嘅。咁所以咧就越管越嚴，你明唔明啊？呢個咧根本咧其實咧最大鑊，你去管呢啲淫褻及不雅咧，我問你係從形式着眼咧，還是從意識着眼咧？香港咧其實咧到最後嚟講咧，如果從意識着眼咧就大鑊咯。知識着眼大陸就知識着眼，我唔理你係有冇着衫，有冇你做乜嘢，你意識上係色情噶嘛？喂，嗰個係自由生活嚟喎，即係人哋家個嘢認為呢個意識，因為大家嘅標準咁啊嘛，佢認為你係咁都係合適，咁係藝術，係嗰個審裁嗰個嘢自己答嘅啫喎，喺你心中喎，大家冇得拗喎呢樣嘢係。咁於是咧就係即係。比較文明嘅地方啊，法治社會就覺得咁樣唔得嘅，我哋就作一啲形式出嚟。咁你哋只能夠審形式嘅喎，其實係意識係不能審判嘅喎。咁形式係點？譬如以前而家好似放鬆咗日本四仔咁樣，係唔準影性器官嘅，其他所有嘢都做齊晒。香港以前咧，我哋咧即係3級片嘅 maximum 咧，就係我哋都知道嗰啲 rule 係點樣啊，即係你唔能夠大特寫性器官。或者性，尤其是唔能夠影個性器官在性動作之中，或者個性器官在興奮狀態之中，你知唔知啊？咁樣咧就叫做淫褻啦，咁咧就變成咗四仔。咁但係呢啲咁樣嘅，如果你咁樣行得咁死嘅話咧，當你真係成為成文一刻咧，人哋一定有辦法迴避㗎嘛，你明唔明？即係佢感覺係敗落嗰樣嘢，你只不過直接影嗰樣嘢啫嘛，啱唔啱啊？當你呢啲成為成文條嗰時咧，根本咧就變咗好好笑㗎嘛，我都話。